昨天一张头前，一栋为80年历史的火龙，并改限呢24年了。去年底改建做咖啡馆呢，唔单止维持本单个有历史的空间，保留了当年的公梁封装的结构，还有艺术家李明哲特别风画的图，改上廊种植的花草树的，和并列的2只玻璃屋。室内囤落的东西融合起来，改加入太阳路方便啊，网易有名。也係咖啡館負責人賴延峰同建築設計師王作賢、李皮安3人回到家鄉，講下來改錯老屋嘅故事。人口過社會昨天未加過快樂嘅，去到中年呢，因為想講喺家鄉要有一棟有代表性嘅建築，同頭擺屯米嘅生存空間，變做屯咖啡頭嘅生產空間。南北行愛係上人才歸家鄉嘅生活及生涯空間。開開地地都咖啡頭見邊，不時人聽到嗶嗶嗶嗶嘅聲，一種體位對了派都派當久，又無同樣面試。賴延峰炒體位，去炒到佢切個咖啡，先批下面試，做啲係佢愛嘅幕，再個同配好體位倒下來，幾部件呢都係咖啡香味。都可以在3分鐘之內降到室溫，就完成了我們的前輩烘焙是這樣來的。室內機器設備順豐代年嘅咖啡頭，不是係有人將一台又一台咖啡頭送落來。其實咖啡館去年代開業前，本來係變到嘅限嘅10年嘅特型精米所。像我講以前嘅碾米廠嘅碾米嘛，可能也蠻變下咖啡豆。啊，就以前嘅洗推屯也蠻洗推冇共用嘅，嗰種嘅建築物嘅再利用吼，洗推屯咖啡豆單一來，都是咧本年輕人個古來嘅空間，都是咧做高好嘅一個利用。頭擺喺表面也改變咖啡頭，廠業嘅墩呢，本來係獨等精米所嘅墩呢，頭改建高層保留下來。我本人看到10年前也特別石油1號嘅鋼筋，賴延峰還記得2年前張落來也浪來精米所，佢同建築師王作賢、設計師李皮安3人都當上腦筋。昨天鄉長傅明雄行客少，QA1邊我本人考題討論過後，爭啲我同佢留下來。因為我聽一擺吼，有屯下嘅老夫子王哲先生，佢一個了嘅時間。伊人底下講，伊也被王哲教過書，所以迄王哲嘅學生王哲佢喺喺地講嘅嗰度，可能要用嘅方式，嚟養草，牧養向到也就白嘅情況之下呢，因為佢白吼，畫嘅個先生真有名，就李明哲老師。屯培安屯做人一了，上面人企下睇下講，係喎，也唔啲法度錢嚟處理。天咧上到迄樣咧，唔係講做唔得吼。天意係講也懶啊按呢樣樣去處理，因為他緊要做無看過無木檔嘅屋頂，按呢有咧清關鍵咧一個東西，都會圍牆要留着，有啲新舊建但圍牆留着，不要用它，有啲有另外一回事嘅。賴延峰係家東人，王作賢建築師事務所到台南，李皮安喺到台北開建築設計公司，佢2人對呢輩人同一家都已有名。神奇嘅係30年頭一擺，到Q精米所開會家下，朝鄉長傅明雄向下討論，按樣同昨天嘅發展歷史融合落來。傅明雄係鬧到，佢30年對外地來嘅。我記得喺下組頭嘅時間，我都過去，過去可能伊也會叫你面前也就可能係老輩辦入來嘅吼，我都開始我都嚟講好咯，都因講開面啊，咱講伊係行人。要迄個嘅呢部誒，要迄個嘅要喺家動，大家有人講人哋喺外人陸隊人士吼，外人陸隊嘅後生嘅，叫乜嘢要做嘅。對建築師來講，同老屋嘅考題起高當簡單，如果同佢嘅精米所外表留下來，又愛係起高幸福嘅，嘅建築師嘅功夫可以頂針。一開始其實是黃建築師有一次的過年，他就帶我來這個地方。那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來竹田了。當他帶我進來這個穀倉的時候呢，我發現怎麼會有那麼荒廢的空間？以前是德興麵名廠。
它虽然已经崩坏了，但是它留下来的那个历史的质感非常的有味道，所以我们就非常有兴趣做这个案子。然后在跟那个 Paul 聊的时候，他们想做的不只是一个咖啡店。在深入聊了以后，我们发觉他想要做的是整个带动整个竹田区，甚至于整个屏东的一个改造计划。新咖啡馆按照顿悟所，顿悟係竹田嘅路名嘅，早上也特別掠對美國買賣蔬菜。來年逢嘅改造計劃係想也特別變做咖啡買賣蔬菜。實際上3年前，佢已經先到屏東市強島街開業頭勘店，店裝賣菜貼聯絡頁，佢同整個頭家規劃相關嘅休閒事業部門。我來到鴉片是因為講我哋睇嘅茶廠嘅屏東茶廠嘅前面有一棟大和旅社，係嗰條牌係旅社啊，因為條間用係萬丹人，係啊，伊哋回娘家嘅時間呢，因為陸下嗰多年人，我伊哋冇個地方好去，嗰時候老闆就伊想講伊喜歡路嘅，就同個大和旅社買下來。这间店做都3年了，感觉慢慢来么，也咪咖啡豆用量愈来愈退，嗰时我哋同头家讲，头家，我哋也咪社會咧希望吼，因為也咪咖啡豆需求愈來愈多嘅。都講，人哋米廠係10多年前買嘅，嗰時候吼，我哋轉過來也咧希望。咖啡館嘅相關工廠一出行合作，李皮安加上當年往來屏東竹田同台北。特別去咖啡館，總係先協商館內布擺，抗議無論係貢獻，亦係作嘅，最做到自家想愛嘅。一套家鄉嘅建案，用睇佢當到時間，還係無親切，因為也係希望家鄉人看呢。佢同建築師王作賢有同樣想法，按樣屋嘅係講到天家當歸台北，我去到連絡隻東，不過屏東當年，你睇要按照，電都冇像台北樣嘅按嚟設計。按前菜貼材料，配合竹田 Q 茶頭普魯士藍，然後本同 Q 國廠轉嚟留下來。因為改圖咩改 N 百遍，所以講有些時候嚟講，皮安有啲可能阿你冇法度做落去呢。伊講唔怕，有啲我哋設計希望吼，冇輸錢嘛去做。我們放了2個盒子進去，然後希望跟原來的舊有建物都留下來。啊，我們的盒子放進去是希望跟原來舊脫開。脫開的時候就會有一些光線啊，空間可以有一些有趣的光線跟空間灑下來。王作賢認為現代建築冇本老屋嘅塔國時期，佢當好大嘅用心嘅材質去施，同精密所求嘅表面地度，表面亮嘅玻璃屋，也做佢講嘅下白，保留老屋嘅原材當有歷史有安全嘅表面。按樣舊屋嘅也有新嘅東西，這個同本地公用也就保留下來，新屋嘅也有舊嘅東西。王作賢按多年來，台南也有一道像按樣嘅利益，佢設家建築師事務所駐台台南市重視佢嘅振興嘅，也特別係按多年來，台南同老屋嘅改造到新嘅模範期。事務所本地也係落落確確嘅老屋嘅，佢同屋度搭喺天棚翹開來，按樣光線透過填充建議器。加上人客走落來想參觀。如果談到家鄉，如果釣魚鄉愁，那個又會回到比較可能又要原樣修復啊狀態。我們一方面想要有一些對於家的情感的做這件事情，但是在處理上，我們又希望純粹跳出來，從材料、美學、空間來思考這個。因為這個房子是以前王永慶那時候在這邊經營的時候呢，他在這裡以當米倉、谷倉為一個他的事業的起點。那當初的時候呢，元豐是想要保留這個的骨架以及紅磚牆以及藝術家彩繪的這個磚牆的時候呢，所以我們就在思考如何讓新建築融合在舊建築當中。也保利屋咖啡館有日頭有水嘅，有唔悶熱，設計有當有美學。比如也無作腳嘅作嘅，係李皮安老太李皮珍設計嘅，佢用結構立學方式搭控股裡做出來嘅。
今年开业过後，同頭前竹田一站結合起來，當多年許多嘅協商，傳到名站風氣。因為我哋當初主要咧希望攞一個烘焙基地，你想講應該唔會太多人來啦，因為主要係供給我哋設計，我用嘅咖啡豆屯批發客戶屯，你對合作店家嘅咖啡豆嘅中心。哦，嗰時候你按你了，我哋屯頭家講也蠻吸引到咯，攞杯緊排隊嘅哦，開始你後面競爭建出來，咱變到完美嘅聖地。咖啡館當地規劃鐵絲橋工廠，沙頭門送開來，背後係一隻動態谷倉，邊行還留低年菜對美國做得帶到結果嘅卡圖，呢片貼片氣象想保留下來，下後用來測量對咖啡豆做得對結果嘅，也代表同佢改建做咖啡教室同變咖啡豆 V 所。門在這邊。哦，那我們希望在這個地方，這邊4個都會有玻璃門，就把它封起來。我們會修繕屋頂之後，把這個縫啊什麼去做好。但是我在這邊開一個大的洞，那光線整個可以照得下來，光線整個灑下來，樹種起來。在這個空間裡面，它以前基本上這個大倉庫它就是一個度量的空間，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柱子的垂直軸向，它以1尺30公分已經雕刻到了這個有一個高度，所以基本上在以前的谷倉，它就是一個用垂直水平做一個度量的工具。未來我們希望把這個空間當作是一個教學的空間。唔拿屯體位，把屯人，哦，屯人有啲年輕一輩人屯風嘅來。哦，是的，他講人古來我哋都唔是做按人嘅希望，像我哋屯培安屯做人，我哋都上，嘛是唔得講上一個世代嘅人啦。但是我哋20年、30年中天攞杯，啊有啲機會呢有法度古來屯有啲土地講做一些事情。來年風想法係要行較多人看到佢進到家鄉，也會想進來，按樣也特別做會發展都行較順利。也因為這個案子，在這1年多的時間來做這個案子的時候呢，我們因為北上工作久久才回去一次，然後讓我們因為這個案子時常北高往南跑的過程當中呢，也會慢慢回想起小時候在對家鄉對我們的照顧。做人咪講，係我哋設計冇睇不下，冇睇設計片，我哋種一片農人呢，一種附近嘅客家人哦，冇一啲建案，冇一啲啊，你喺外頭設計不卡做嘅，嗰種啊做本。唔係做存錢嘅，係做本7間人口咧。同我哋爸講，你看唔係睇每日嚟做嘛嘅，我哋做下嚟啊。呢片呢皮真也愛，佢是譚江兩兄弟去接竹田一站頭前機密所改建案，主動歡喜，也特別要佢後生時節回憶。因為我爸爸攏擺喺做米谷生呀，而且當這在來因為同學，初中嘅係同學，所以我對一個米廠咧。好，我特別有感情。回過頭來看到講啊，我4年能夠回到故鄉來將他所學嘅東西來發揮一個好故鄉，能夠按你對一方面呢，我們都愛高興嘛。那如果我們一直做這種私人的，其實唔會有突破，所以我們現在有在屏東處理2個國小案在進行中，很困難，很多刁難，很多奇奇怪怪的意見。不過你不去突破，不去闖，他一直都會這樣。他就是那種老派的建築師做一樣的國小。王作彥用心想用建築來改變屏東，也係幫佢成功標到2件國小建案，一件托陽山海順的國小，設計咗海潮嘅造型，為係當地嘅地標生態建築。佢都希望我來同家鄉做到乜嘅。竹田鄉長傅明祥係想打幫一代後生人結合佢哋創意來推動國際慢生計劃。我哋這個地方有講到，我用大數據來去研究講，來我哋竹田老了嘅人一定會起來。有個部分呢，我要推動像我材料睇我同事有按到後生嘅嚟就去聽書我哋公部門絕對會去密切地來去配合將幫我哋國際慢生來去打造無窮樣。因為我哋本身都一條火車頭前都體驗店嘛，一天到點我哋開始啊，佢唔能夠推我哋都是得來負責，因為一個慢活都市嘅一個政策，唔係一個點，係一個面的產生。嗰時候我哋要花很多嘅時間，希望他家人來參與，也咧店咱要愈來愈好，竹田咱要愈來愈好，竹田愈來愈好，綠隊愈有機會，愈來愈好。
通口的紫米素改操作咖啡馆，对台米变做台咖啡头，汉拜还希望同仁留下来，家乡做一腔落物嘅有新鲜营养嘅，唔但抢保留原菜历史，还会发展到越来越好。